来看极地二山热南，美国面对今年头一个冬季风暴系统的威胁，有来9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6300个美国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。这场冬季风暴嘛可能会出现10月冬来上低温加上济雪量。 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堪萨斯甲密苏里发出冬季的风暴警报，尤其70号州际公路以北的地区有暴风雪侵袭，至少积雪20公分。因为极地广热层热南，加真寒的气候对北极传到美国中部，并且阁有极端天气的发生。堪萨斯、密苏里、肯塔基、维吉尼亚、西维吉尼亚甲阿肯色，阁有纽泽西州部分的地区，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 肯塔基州的州长贝希尔伫当局接到真侪站车祸通报了后，公开请民众踮伫厝内。堪萨斯州初5透早就开始落冰雨，并且有大细雪透南。有民众表示，堪萨斯市的道路看起来就亲像出冰场同款。另外有大货车、连接车等等伫结冰的路面驶的时阵失控。 当局预测会有30公分的落雪，初5暗时了后，落雪范围会向东扩大到俄亥俄河谷甲阿帕拉契山脉的中部，初6透早到中大西洋花地区的北部。全美国已经有数千航班互取消，1万航班延前，陆上的交通也拢断去，学校停课，有超过30州，超过6000万人，伫一场强烈的冬季风暴的威胁当中。 除了可能造成大停电，另外的使用按算也达到冬季新悬。另外，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，华府西边的地区，初5到初6，一暝之间可能会降雪25公分，出门凡是有危险或者是不方便。1月初6，伫国会山庄有一场重要的会议，是去年总统大选当选人川普进行当选的认证。不过，因为天气的因素，可能影响到出席。众议院议长强森希望专员拢到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